咱来去美国佛州来看即只真出名的蛞蝓，伊无顶喊无顶斗嘛无鼻仔，连喙齿拢看现现。兽医就表示，即只4、5岁蛞蝓是母的，有可能是含其他蛞蝓相毒相拍死去，无就是去互准皮仔去生着，才会生做即型的。即只目睭金唔金无顶角的蛞蝓，就是最近伫网络登称的细只蛞蝓。Jolene, Jolene, Jolene。经过公开号名活动了后，伊即马用号做Jolene。这个名来自多利巴顿的乡村歌剧Jolene。这只蛞蝓顶个月伫福州公园去互发现，当地蛞蝓保护园区决定要甲收留。So if you see an alligator out there, stay away from it. But if you do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please bring i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good people at the FWC. 园区讲，蛞蝓有可能因为动力相加，也是互船的 propeller 拍到，顶角才会无去。I think he probably years ago got hit by a propeller on the boat, to be honest with you. 保育人员讲，是顶角的蛞蝓伫野外无法度生存，所以因安排无压力的环境，互少恁会当安心生活。另外，伊的古锥样嘛完全改变人类对蛞蝓的想法。咱来到印尼，这只也徛袂在的细只犀牛是搁较罕见，已经极度濒临灭种的苏芬达列犀牛，才出世无几工。互印尼的保育人员真欢喜，苏芬达列犀牛是地球上上细只、毛上多的犀牛种，身躯为1.5公尺长，重量伫500到960公斤之间。伊的头壳顶有特别的两支角，搁号做双角犀牛。因为人类伤过头的算长，加上生存地消失，目前全世界存无80只。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